好，歡迎收睇 Lesson。今日帶大家跳出香港，我哋嚟到濟州。我哋會講述一個租車步驟、還車步驟、自駕遊要注意嘅嘢。濟州究竟適唔適合我哋嚟自駕遊？依家去片。今次我哋揀咗韓國嘅樂天租車。首先嚟到網頁嘅右上方，揀返中文繁體，註冊會員。完成註冊之後，喺首頁嘅拎車還車地點揀返韓國濟州嘅 Auto House， 再揀返日期同埋時間。濟州樂天嘅服務時間係由朝頭早嘅6點鐘到夜晚嘅11點，非常之方便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哋咁坐凌晨機，大約揀返朝早嘅7點半，咁就可以啱啱好啦。揀好日期同埋時間，就會嚟到揀車款嘅頁面。大家可以見到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車款同埋相關嘅價錢。其實大家最需要留意嘅，佢係一種咩類型嘅車，例如係汽油車、柴油車同埋電車。其次就係乘客嘅數量、車尾箱嘅大細。揀好車款之後就可以撳入去，輸入返啲個人資料。下邊呢一度係必須要購買嘅汽車全保。假設唔小心發生交通意外，都唔使額外俾錢。完成之後就可以喺右邊撳返預訂，而租車嘅費用可以喺現場以信用卡去付款。而大家亦都要記住喺運輸處度整國際車牌啦。一出海關就會嚟到 Gate 2，旁邊就有一個樂天租車嘅櫃位，拎齊護照同埋國際車牌登記，最後再用信用卡俾錢就搞掂。職員亦都會講解租車嘅注意事項，同埋拎還車嘅地點。而喺1個星期前，樂天租車俾咗個 special offer 我，可以加1萬汪就會有專人揸車過嚟機場，我就唔使再坐 shuttle bus去拎車，大大節省咗我嘅時間同埋搬行李上落巴士嘅不便。而我哋就喺3樓嘅 Gate 2出邊拎車，陣間我都會同大家補充返點樣去坐 shuttle bus去拎車。車嚟到之後，職員都會簡單介紹下部車需要留意嘅嘢，同埋導航嘅使用方法。拎個車之後唔使急住開車，記住去檢查車頭車尾嘅頭燈、指揮燈、剎車燈同埋車胎。上咗車之後，亦都試下打燈同埋水撥嘅開關位置，因為有機會同你香港揸部車係唔同方向㗎。大家如果坐 shuttle bus 嚟到租車嘅大堂，會有一部自助嘅租車機，揀返自助登記，將護照、國際車牌去掃描，最後再用信用卡俾錢就可以啦。大家亦都可以拎飛喺櫃台度辦理租車手續，然後再可以根據呢個屏幕上嘅指示去返自己相應嘅地點度拎車。首先，韓國係左軚車，道路設計係右上左落。大家喺轉彎、出入路口都要小心啲，避免入錯線。而第一次揸左軚車嘅朋友仔要留意車身嘅闊度，有機會會因為唔習慣而太靠右邊。喺紅綠燈嘅方面，綠燈着咗唔代表可以左轉，一定要等轉左嘅箭嘴着咗先可以轉左。而紅燈係可以轉右，咁當然要小心行人可能隨時過緊馬路。如果去到啲鄉村比較車少嘅地方，可能會着住黃燈，就當佢喺讓路口，小心通過。喺一啲比較繁忙或者複雜嘅路口，地下會有啲紅色同埋綠色嘅地線，大家可以跟住嚟行，咁就可以唔怕行錯線啦。濟州嘅速度限制大多數係60左右，去到學校附近嘅區域更加會降到去30，同埋佢哋真係勁多嘅測速相機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超速啊！另一方面，濟州有超多嘅 speed bump， 所以你成日都會聽到導航講 There is a speed bump ahea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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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之就有超級多嘅 speed bump， 仲要有分真假，自己要睇路行啦。之後做到大家好關心嘅停車場。大部分嘅景點同埋餐廳都有超大而且免費嘅停車場。
咁喺路邊亦都會有一啲劃好咗嘅車位係可以停車嘅。如果大家真係有需要泊收費嘅停車場，亦有分人工收錢同埋自助收費嘅車場。自助收費嘅車場可以用 Wow Pass 去俾錢，而 Wow Pass 呢，大家可以喺機場度整嘅。油站方面係有分人工同埋自助形式去入油嘅。咁自助形式入油呢，通常都會比較平啲嘅。大家要留意下自己租嘅車係入咩類型嘅油，係柴油啊，抑或汽油。而我哋今次租嘅車呢，係入柴油嘅。喺導航方面，通常輸入景點同埋餐廳嘅名或者電話就得，但係車機嘅導航並唔係每個地方都有，所以我哋都必須要有 Naver Map。喺手機嘅 Naver Map 度揾咗路線，再透過 CarPlay 連接就可以喺車機度導航啦。而 Google Map 暫時喺韓國度呢係用唔到㗎，而大家要記得帶線啦，同埋轉插。迴旋處方面，我哋係向右駛入迴旋處，而駛入迴旋處之前呢，我哋要留意左邊有冇車嚟緊。而喺迴旋處入邊，亦都要留意有冇車突然間駛入迴旋處，打聲12分精神，因為我就曾經有試過幾次喺迴旋處入邊有車衝入嚟。喺市區入邊亦都有藍色嘅巴士專用線，有專用嘅交通燈，大家小心唔好駛咗入去。喺韓國嘅道路設計，如果轉左會開多一條線俾轉左嘅車，如果唔係轉左，保持直行就唔怕行錯一條只可以轉左嘅線。呢一點呢係非常之貼心嘅。至於車程方面，大部分景點之間都係45分鐘內嘅車程。我呢度列咗啲我比較遠嘅車程俾大家參考，車程唔長，唔算辛苦。喺公共交通方面，濟州只有巴士，大部分嘅景點都有巴士到達。但係如果坐巴士嘅話，車程會比較長，唔算方便。喺 Uber 方面，我列咗幾點行程俾大家參考，車輛尚算 OK， 但係價錢唔算平，而且濟州嘅景點係比較分散，咁樣嘅話每一日都要 call 好多次車。嚟到牛島，大家一落船就會見到好多間嘅租車公司，要注意自己可以租邊類型嘅車，因為三輪車要本身有電單車牌先可以租，即係國際車牌 A 嗰欄有吸到印先得，亦唔好博大霧去租，因為島上面係會有警察去出牌嘅，千祈唔好以身試法。呢類型嘅三輪車就要電單車車牌啦。而呢一類高爾夫球車同埋類似私家車車款就可以以普通車牌租啦，即係國際車牌嘅 B 嗰欄吸咗印。提提大家喺牛島上面揾緊租車公司嘅時候，千祈唔好攞自己嘅國際車牌出嚟，因為隨時可能會俾人搶咗入去。喺牛島入邊，基本上大部分嘅景點同埋餐廳嘅門口都會有泊車位，咁當然啦，亦都會有啲收費停車場。基本上你只要唔阻到人，就咁擺喺街邊就可以噶啦。喺牛島入邊車唔算太多，圍住成個牛島行大概1個半鐘嘅車程，沿途中都會好多好靚嘅風景，好好食嘅餐廳。只要將部車停喺一個唔阻人嘅地方，落車影張相，飲杯嘢，再上返車，繼續環島遊。喺一啲比較繁忙嘅路段都會比較窄嘅，大家小心揸車，互相禮讓，同埋大家一定要試下個 brake， 因為牛島比較多上落斜坡嘅地方，一定要試好個 brake先至再出發。還車之前記得要將車入滿油，然後將車駛入去指定嘅還車點，然後拎齊行李就走得。成個還車嘅過程前後都唔使10分鐘，超方便啊！濟州自駕其實對新手都幾 friendly， 當地車唔算多，條路又闊又好行，車速普遍都唔快，加上好多司機都幾禮讓，所以就算第一次喺外國揸車都唔會感覺到有太大嘅壓力，好快就可以上手。而且濟州嘅景點都幾分散嘅，搭巴士呢就比較嘥時間啦 ，Uber 又比較貴，咁自駕呢就可以做到點對點，想去邊就去邊，行程彈性大好多。如果係打算去環島遊呢，或者成日轉酒店，咁自駕遊呢就更加方便啦，同埋唔使搬住啲行李周圍轉車咁辛苦啊嘛。
另外自駕可以去多啲好偏遠嘅地方啦，例如好似啲海邊啦、好小眾嘅景點啦、博物館啦，或者好靚嘅隱世咖啡店。咁呢啲都係好多唔方便搭車去嘅地方嚟嘅。咁自駕遊先可以玩得深入啲。不過有幾樣嘢呢要留意，韓國呢係左軚駕駛，可能要啲時間要適應啦。咁導航方面呢，建議大家都用Naver Map啦，會準啲嘅。要留意下車速限制，同埋有勁多嘅 speed bump，仲要留意下郊區嘅夜晚呢係比較黑，燈唔多。如果唔熟路呢，就盡量唔好太多夜晚揸車嘅行程啦。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，歡迎喺下邊留言，記得一定要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啊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